那个许昌街，是不是？哎。好，都一样。走这边碰到比较多红绿灯，还好啊，这个时间点还好啊。对啊，但是如果下班时间就不适合走这边。10多分钟了吧？一
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，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让你更寂寞，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如果你想飞，伤痛我背。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，让你更寂寞，才会陷入感情漩涡。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如果你想飞，伤痛我背。你要停在哪边呢？好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旁边我不能停。你有10块吗？你有10块吗？对。快啊！好了，我飞后面的啦。台北市放假，我们断线前1趴就讲完了。对，断线前1趴，对大家，有些人高兴到我的那个网络就断线了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
高雄没放正常啊，我还觉得台北，还觉得台北放假太奇怪了。没关系啊，我明天就出门做个实验吧。哼。对，你看一听他放假，钱柜已经订不到位了，太夸张了，这个东西。会不会现在就已经有人冲钱柜了？对啊，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啊，这是很扯啊，但这也是没办法啦，对，没办法，县市首长都有压力啦。11号礼拜六你要上班的。希望有一天，我能够像鱼一样在海里自由自在的。可喜可贺，可怜可恨可爱的，可惜都不可能了。我把我对着，轻轻把你也对着，今生是你借我的，来生是那个奥赛。奥赛我才刚贴完呢，你有没有看到前面？哦，调班要，所以你们公司也是属于那种假日要上班的。挂电没关系呀 ，OK 的，对，我们都是很 free 的。不过高雄也没有在这次警戒区以内嘛。逢红休哦，那为什么要礼拜六上班？好事多全年晚间涌入大量人潮，真的有必要那么夸张吗？我真的觉得说，你看台风，不过才1天，好不好？1天。对，有需要到一定要去，对，台风前夕一定要去采买到爆吗？然后大家都喜欢在台风前夕去人挤人的，不是啊，我是觉得蛮疑惑的啦。对，不过才1天而已，有需要这样子吗？对，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样。对，大家就是遇到，哎呀，台风的明天要来了哇！赶快去买东西啊，赶快去采买啊。对，买菜的也是啊，反正台风前夕一定是，对，新闻铁定一定报的东西就是菜价，对不对？菜价又贵了多少钱？什么东西又贵了多少钱？
对，但前后你才想起来，想来就是，也不过才1天，好不好？你们刚娘，对，有些人还在挑战那个饥饿24呢，不，饥饿30呢，是不是？你刚没加呀呢？没有啦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才1天而已，也没有必要这样。对啊，你炖那么多泡面，到底是怎样？又来一位8885了，对不对？台风快来，涨好涨满。来，我们妙文，我找着爱情的歌声，孤单的人影，唱出着无奈的心声。好反讽哦！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，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凄凉的吉他声，愈大是心愈痛。命运的吉他声。没，因为我刚才看到丫丫在打那个什么，他开始就，什么，对，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对，我就想到这首歌了。没有啦，我内心是不想放假啦。我坦白说啦，我坦白说，我内心是不想明天放假，但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哎呦呀！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打拼。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凄凉的吉他声，愈大是心愈痛。命运的吉他声。Hello， 维光，晚上好啊。嘉诚有啊，高雄啊，台北加个屁！对，台北什么屁都没有，只有高雄有。Hello， 你好。好的，几号是在靠近哪边？我只知道古林站啊，那你说6号靠近哪边？
在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的走下去。我们是不是该知足，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6号哎哦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我想说你都没有说，所以我自己找。就是在和平东路跟罗斯福路口那边。那边大概是多久10分钟。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，所谓的那快乐，只讲在店里最近你跳到累了，都在睡，我偏偏都别听到怕了，谁在多少呢？我靠着大栅栏，吹着风，唱着歌，睡着了。吉他弹奏命中感情追，阳光洒在路上，绝不怕心碎，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大象河流继续奔跑，我也微笑，小时候那么我知道，不要不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那个遥远的依靠，别再把回到最初的美好。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大象河流继续奔跑，我也微笑，小时候那么我知道，不要不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那个遥远的依靠，别再把回到最初的美好。害怕自己会忘了爱的模
承诺，多希望时间能冲透，再也没有将就。我去夜空，等在梦的城市，害怕自己会丢丢爱的模样。后悔的棱角不应该划破却又多希望时间能冲透，再也没有将就。爱一个人，不需要慷慨。若只想要被爱，最后没有了对白。必须要你我的情真，不求气氛的平等，总有幸福有心疼。生命的起伏要认可，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，要经过了意外，才了解所谓的爱。今后的岁月，让我们一起了解，多少天长地久，有机会细水长流。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，奋不顾身，人生难分，不是一般人的认真。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，让那世界每一刻在倒退，生命中有完事的可能，你就是
6号嘛，走过去就6号。好。对，这边，我知道，等我一下。好。25，谢谢。拜拜。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？为什么你想放下小芳了呢？那你不是放暑假吗？放暑假跟有没有放台风假有差吗？啊，特意。对，我再怎么晚，应该也是差不多12点。以前都会很晚，以前还没有开播前呢，还没有开始直播之前呢，都蛮很晚，都超过12点。对，但是后来想想，有年纪了还是不要那么晚。对啊，还要早起上班，早起工作。不过有没有发现哦？自从宣布了明天停止上班上课，我总觉得路上的车子好像多了起来。不晓得是我的。总是觉得它真的有比较多一点，对。但不要说这条路啦，对，这条路本来就没什么车了，不是这条路。不是兼职，是全职。对，已经从早到晚了，还要翻点嘛。
都外出狂欢了，是不是？雨下不停，雨下不停，心情也不定。早上没有啦，我不想直播太久啊，不想一整天呐、所以早上就没有了。白天没有直播啦，对，我们通常都是到4、5点吧。对啊，因为加上我白天也想看别人直播啊，是不是？我也想要看他，所以白天就没有在直播。凌晨真的会，对，会很多麻烦的东西啊，很多麻烦的人物会出现。我觉得到12点顶多一点点，差不多了啦。你太晚哦，那些麻烦事都会，对，麻烦人、麻烦事就更麻烦。对，与其这样子，对，不要跟他那个在那边耗。对，因为总觉得时间就是金钱。慧根快50啊！苗栗的KTV 凌晨都出事。今天晚上我觉得警察应该都会加班，可怜，辛苦。声音像活龙，还好吧？酒驾临检，暑假本来就会有啦。我们前几天大家如果有看的话，就一大堆啊。对，上桥下桥有时候都会有。对，而且现在酒驾临检，它对名义上是酒驾临检的，但是也会查你有没有毒驾啊。最近对新闻不是报一大堆毒驾那么严重，毒驾真的是害人害己的，哎，不是毒驾，是毒驾跟酒驾都是一样。对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对，你喝酒开车，不会觉得很危险吗？虽然每个人喝完酒都说我没醉，我没醉，没醉。对，但实际上呢，你是不是还有行为能力，也很难讲。暑假抓这些很多啦。哒哒哒。9点半了，9、5点半了，好不好？大家注意一下点歌时间，9、5点半了。
爱将会是终点，傻傻的看着你，眼角不流一滴泪，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。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很甜美，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，太愚昧，太依恋，才放你去自由飞，一瞬间爱决堤，在今。雨纷飞，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，泪滴垂，垂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。谁了解，真心的付出换来是离别？我知道，爱过后会心碎。我相信，爱情没有永远。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很甜美，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，太愚昧，太依恋，才放你去自由飞，一瞬间爱决堤，在今夜。雨纷飞，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，泪滴垂，垂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。谁了解，真心的付出换来是离别？我知道，爱过后会心碎。我相信，爱情没有永远。雨纷飞，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，泪滴垂，垂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。谁了解，真心的付出换来是离别？我知道，爱过后会心碎。我相信，爱情没有永远。You like it? You like it？ I want it, you like it。昨晚睡得太少，黑眼圈遮不掉，没形象有点早，无所谓不重要。我想你睡不好，爱没什么必要，告白不是祈祷，只想让你知道。台七乙那边一大堆。我撤掉所有阻碍，只让你在眼前。幸福只要面对，胆量不需要训练。北一好啊。潇洒一点，我昭告世界。我喜欢你。走。来去看一下钱柜是不是排队啊？
这时候钱柜应该是要排队的那个。不要像蚊子叫，遇见你就知道，爱大方就做嘴角，称不计较，豁出去会揭晓。你有好感，为何你不勇敢向前？我撤掉所有阻碍，只让你在眼前。幸福复制要面对，胆量不需要训练，做人就潇洒一点，我昭告世界。我喜欢你，别压抑，不是秘密。我相信爱情像撒娇，且不爱不行。我喜欢你。对，想点慢歌的人把握一下时间哦。我喜欢你，别压抑，不是秘密。我相信爱情像撒娇。星光三月宣布，明天9间分店休业1天。我喜欢你，别放弃。哎呦喂呀！我相信爱情像撒娇，皆全心全意。I want it, you like it。初试一次就学会，当然了，没有遇到哦。对，这天不怕地不怕，遇到一次哦，对，就10年怕草蛇啊。对，遇到一次，对你之后看到机车，你都会怕。对，以后经过 KTV 有没有？对，那种钱柜啊、酒店啊，哦，我们都保持哦距离，保持1个车道的距离，对，这样才能看清楚。哼。对，先瞄清楚他是不是对喝醉倒在地上那种。不要离太近，纵使手挥手，也是要离开1个车道。对，不要离太近，真的不宜离太近。这个有时候千防万防啊，对，防不了。有些的时候，你看他很正常，挥手，都很正常哦。对，我曾经有载过一个很正常的人，
对，但是一上车没多久就哇了。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也很难说啦，对。但是眼睛看得出来醉倒的那种，就真的是醉倒了。但眼睛看不出来的，就很难讲咯。所以我们只能对保持一个车道的距离，且走且看。不过应该也不会那么快吧？你看8点才宣布，好不好？我去唱个歌，我提早走，应该也不会醉倒，应该啦，酒量应该没有那么差啦。酒量应该没有那么差吧？然后我们先去看一下松江钱柜，就在前面而已。这时候没有妹子啦，这时候哪里有妹子我也不知道。已经很多很多司机在这边排站。哇，里面排队了，外面没有，里面排队。对啊，因为明天放假，一定很多人熬夜看的啊。找自己麻烦。不过10点应该还好啦，对，再怎么醉，应该10点还不至于醉。台东，对啊，今天新闻在报台东已经那个啦，对，长浪，我们讲长浪的话，就是人家俗称的疯狗浪，对，高达6米了吧。对，
你要过来啦，大哥。再过去就路口了呢。在哪边？先到民前是吧？你知道去哪里？你住哪里？哦，啊，你要到民对前？对，到民前农江路。好。明天大白天应该天气应该又是那多放，晚上就不知道了。又多放一天长假。我真的不晓得他会今天。对呀，我也想说，我想说礼拜六对，提早放假。我也想说明天才会去。明天白天对。我想要去那个火车站，哦，对，买一些现在干粮。前面附近有没有？啊？明天早上去买还是今天？没有啊。等一下去买啊，就好。全年到10点半哈。哎，现在几点？全年到10点半。哦，我说现在几点？ 10点半，那现在10点我应该半。不起来，而且现在需要去扫那个没有扫东西，那种没有，应该都现在还不到10点。那也要去跟他讲说，没有啊，因为去我不用排队，因为不是要排队啊。哦，每次全年我跟你，而且台风前对，都要排队。对呀，我曾经有排过，你知道有一次啊，好夸张，我排了1个小时，我都快要晕了。今早，哎，对，光是结账要排那么久，那时候就是台风天的时候，哇，每个人都大采购，而且跑全年，我没有跑那个什么 Costco，或者是那个什么家乐福大的，我没有跑，那想说跑市区就全年班，对，然后想说啊，天哪，我真的那一次真的吓到，人生总是有第一次啊，对对，我真的很少，我没有那个不会想排队的人，真的那是真的没得排了，不排又不行。对，他就是疯狂抢购，我跟你讲，那时候东西都架面上都清空，对对对，补都来不及。那是不知道什么台风要过吗？哎，啊？你呢？我家是在过圈年一点，我要在这边前面那边买。啊，在这边是，全年的那边好，我要去那边买。好，那就这样了哈，谢谢你。好，快点弄哈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拜拜，小心哦。好，小心，好的。买个干粮。 OK，好，拜拜。啊，我要去做那个红线的那个，哦好，那就民权西路站。好。
边有个出入口哦。对，哦对，这边有那个吗？这边啊，这边，我知道，这边啊，我知道，这边是楼梯的是吧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没有走过这边，但是我这边有个出入口。来，对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小心哦，你要到哪边？我到三重的日强路一段272号。好。
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我觉得晚上好啊。刚刚那个男的真的怪了，想把这个女的是不是？应该不是啊，可是就是感觉有点像。但他们两个看起来年纪相当有程度，对，有差距的，有一定的差距哦。进来了，什么意思？下雨，这一点点毛毛雨而已啊。我的第六感说的。醉歌有吗？我没有点醉歌啊，我按错了。你们也可以点啊。
对，提醒一下，现在是嗨歌时间点，只能点嗨歌哦，快歌。哦，看到路边这些哦，肚子都饿了。你帮我关。可以啊。好 ，OK。小心哦。什么路？中城路。高速公路。没有，他问，因为我们不是那个人，我们没有定，中华北路新段21走向18号，然后我们通常都倒车啦，所以请看，知道我们的难怪你会回答我走高速公路，我有点傻眼。6早上应该是不会有办法开成功吧，他们还是拖出来。因为我说这个餐车啦，餐车啊，礼拜6有出去啊？对啊，礼拜6整天休息啊，对啊。你看他们明天中午也正常营业就知道了，大家都知道明天中午不会有风有雨。他有事。对啊。明天早上他会开在哪里？在圆环。他每天没有不一定要放假日啊。他每天都有啊。然后每天都有的。对啊。明天中午是墨西哥茶口，他会有人说。
你这样特别去摆的，好像比较好吃。你会觉得没有特别的有继续不敢去。也不一定啦，因为我就是很普通的才会，只是就是因为有种新奇感，他们很不会在那边，现在不吃之后就没有。没有第一张，而且那个我有吃过很普通的，没有3两3的，对，杨梅也对，杨梅是对的。这两个不同餐厅。但像我记得我帮我买的，不是有这个炸鸡吗？我爸炸掉。我当时买的就是我买的。
管就是外送，那就为什么不能台风天不能叫外送，但是计程车他们就不管。是啊，对。他们外送员也是啊，没有他不跑，也没有人逼他跑啊。就是因为台湾的资料市场就这样子，是他们是如果开松了，是啊，可是有些他们不是，他们是要接的。我就看，我刚刚在看，如果台湾没进来，就是那个外送员他们就等于白放了一天在家里没有事情，然后就没有钱赚。对啊，因为他们没有资本。对啊。那这样为什么他们可以规定他们不上班？因为他们又没有规定他们不上班，但是可以让他们自己上班。像圆环餐车，他们疫情前一天中午他们还是要照卖。那他们Uber应该也可以自己选择，明天中午还没有风雨还没大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可以照送啊。如果他是台北市台北，就是哪个地方停班期间，他们是规定整天。送是违反违法罚10万，超扯的。我不知道是罚Uber还是罚他们，反正要罚10万。10万人，然后他们对啊，那就是罚Uber，可是Uber怎么可能会到这种地步，他们会罚的？就是他平台关掉，根本就没有人叫得到啊！不要这样子，应该是罚Uber，可是他们把平台关掉，就根本没有人叫得到。那个城市根本就跑不出来。在那个我们行东路的地方，两个路口，过去或在前面都可以，就是后面你先下车。过去还是不过？都可以。因为现在红灯。哦，那就。那这旁边好不好？等我一下。你记得这个不是用手机叫，你要付钱哦。
你是219教吗？右二转啊。那有2个支持。哦。这边哎。我帮你打好。是。加油！我要回转，我这边可以回转了。哎呦，这个路那么小条件，该怎么回转呢？我们现在天母。凭我的印象开车，他应该是这样走。天母的中山北路7段，快运的7段的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哟。水都快喝完了。
我觉得天母其实有一点落寞了。以前圆环这边很热闹啊，我小时候，但现在好像只有假日吧，才会比较多人。聊天室一片寂静 ，OK 的。对，大家准备要睡觉了，是不是？星已碎，夜景已碎，狂風在控，街燈暢聚，黃燈有罪，紅燈有罪，連網見據，謠言作對。The legend is like I should suck as I crack and attack on my tire tracks as big as a paint back. I rip back the break, seize the day, hit the brakes just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. I break the lock, bust my truck, open shop, and never wait for the cops to say stop. Kiss your girl before you feel like an illusion. I live a life in an evolution. 我要有氣派，飄移境界，不想勝覺，只想感覺被放大。憤怒瓦解，萬人膜拜，讚頌我的偉大。途遙又未擺，飛翔境界，不想一世，只想一秒被放大。看我輕鬆，便能愉快，你漸變小我強大。誰敢來表態？發明王者界定，長街入下青春記憶，燃燒性命，誰都拼命，輪派帶着好好叫聲。途遙又未擺，飄移境界，不想成熟，只想感覺被放大。憤怒瓦解，萬人膜拜，讚賞我的偉大。途遙又未擺，飛翔境界，不想一世，只想一秒被放大。看後鏡中，便能愉快，你漸變小我強大。誰敢來踩踏？途遙又未擺，途遙又未擺，途遙又未擺，飛翔境界，不想一世，只想一秒被放大。看後鏡中，便能愉快，你漸變小我強大。誰敢來
来踩架。Beat the bass on the party has gone. Party has gone. 我練到舞，今夜半溫係我，午夜太長，給我激動感覺。你我睇到我意我意，你戀愛心只有10蚊尺高，由細路將你帶走怎算好？你我睇到我意我意。嗶嗶嗶嗶嗶，心中已被教授。嗶嗶嗶嗶嗶，要跳更高。我今夜同你帶路，一生快樂。就算是夢幻的感動，只有1000秒鐘。你今夜跟我吻過，就算你最好。嗶嗶嗶嗶，明天台風假應該沒有外送哦，應該沒有 Uber Eats 外送。啊，可怜的阿强。搜狗天母店休息了。对啊，刚刚有在讲了，然后放台风假，那个外送平台就会关掉。你也为我挑出你的态度，在9點鐘 ，everybody 失控，你我拍到我意我意。哦，熊猫就是休息，那就对了。谁的老梦，心让很多人空。哎呦呀！12點鐘，各地夜店霓虹，你我拍到我意我意。哎，巴伯晚上好啊。嗶嗶嗶嗶嗶，心疼作動。嗶嗶嗶嗶嗶，想躺地球，我愛你愛我的角度，點誘惑，跟世紀演的美卡無數人將你感動，你愛我愛你的力度，讓你哦一哦。嗶嗶嗶嗶嗶。所以話說，你是苗栗人哦，那你怎麼那麼清楚？心情和汽水也会醉，我全都不会疲倦，我还要再跳3天3夜，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。风味到就先放假，如果是我就会照常营业上班了。哎，咪咪晚上好。快乐不会吃亏，谁也别想拒绝。3天3夜到3更半夜，脚步不要停歇。3天3夜到3更半夜，要付出靠音乐。3天3夜。
剩只剩汗水。3300的3更半夜的爸爸。那也不能这样讲，苗栗有山区啦，会不会是山区风雨比较大？对，它是因山区风雨考量，对，这都很难讲。对，没有到的事情，就是明天还未到，所以还不晓得。我们就只能明天再看看。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，根本不可能喝醉，我还有再嗨3天3夜，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。Oh yeah， 对，明天放假就3天3夜，放3天呢，上班族们开心吧。快乐不会吃亏，谁也别想拒绝。3天3夜的3更半夜，跳舞不要停歇。3天3夜的3更半夜，跳舞去跳音乐。3天3夜的3更半夜，全身只剩汗水。3天3夜的3更半夜，爸爸爸爸爸爸嘞，爸爸爸爸爸爸嘞。哦，有人在哇。3天呢，哇，好棒棒哦，好棒棒哦。加入我的行列，白天跳到黑夜，快乐不会吃亏，谁也别想拒绝。3天3夜的3更半夜，跳舞士林夜市过了。3天3夜的3更半夜，跳舞去靠音乐。3天3夜的3更半夜，全身只剩汗水。3天3夜的3更半夜，爸爸爸爸爸爸嘞，爸爸爸爸爸爸嘞，爸爸爸。赶快一次压榨，也不见得了，看老板。哇！一点都不会累。根本就不会再见面，就用力了要等到的夜。好久不见，哎，你不是那个真吗？哦，不是啊，新培，不是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凌晨吗？哎，不对，奇怪，明明同桌的啊，怎么想的？毕业典礼，不用哭得那么伤心，很快有新的交友圈，很快就会忘记旧同学，根本不会留他，根本也不留你，大家都各奔东西，然后差多高，睡多牢，在毕业纪念册上签名，因为自己是你，想证明你多有人气北气，一件衣服被化成垃圾，写了资讯有什么意义？下一次说 iPhone 我就换手机，给你地址，你能要微信，根本就不会再见面，你还以为有同学会，过了几年都没人约，根本就不会再见面，就这样闭了眼的那条街，偶然碰见，你看着我的脸也不知我是谁，好久不见你怎么在这边？找家中的麻将牌的，那也要有人啊。是凤原老师，我讲得很老实，老师教完你还有下一届，刚记得你。好像大家很期待，没有，我一点都不期待，没有，我一点都不想放假，没有，我一点都不想放台风假。还比较实际，打电话都传语音。
望我写了都只是回忆，根本就不会再见面。你还以为有同学会，过了几年都没人约，根本就不会再见面。就这样闭了眼在那条街，偶然碰见，你看着我的脸，也不知我是谁。好久不见，你怎么在这边？其实根本不知道我是谁。这个有2个版本呢，哎呦。我应该选人多的那个版本。珍重再见，在这离别的季节。过了几年，还有谁会在身边？根本就不会再见面。还以为有同学会，过了几年都没人约，根本就不会再见面。这样闭了眼，你说什么？台风停事后，计程车是溢价。你那边是哪边啊？真圣洁。是溢价。啊，对啦，对，看你那边是哪边。Oh my god！ DJ 魏翔，remake。兄弟们走路在用把手插口袋，谈短机会换短菜，出兵到人就来。兄弟们走路在用把手插口袋，谈短机。哦，香港哦，这么好，都可以议价。Oh my god！ 好了，去买水好了，去买水好了。上班放台风假都影响工作进度。对啊，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，工作永远做不完，好不好？该休息还是得休息。对，我是说该休息的周休2日哦。我们这边都一样哎，对，不管有没有台风假，跳表都是一样的。不会因为风雨太大，对，客人会给你多一点，对，要看。他想给你就会给你，他不想给你，还是只能按表收费。对，因为我们是廉价劳工。哦，乘客要看表的话，不在公司睡了。给一个位置停一下嘛，那我前面呢，然后前面停一下买啊。DJ 魏翔。你女朋友很美，但她不长，目标。好，很好。你女朋友很美，但
要钱了，我去买个饮料。应该够了，好。等我哈，我们先听个歌哈。丢掉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唠叨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。冲啥大，冲啥小，冲啥都有人常干掉，恨得多，爱得少，只想越跳越疯，越跳越高，把地球甩掉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。我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。我随着地球甩掉，只要越跳越高。丢掉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，再丢唠叨，丢掉电视，丢电脑，丢掉大脑，再丢烦恼。野心大，胆子小，跳舞还要靠别人讲逗，恨得多，爱得少，只想越跳越疯，越跳越高，把地球甩掉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。我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。我随着地球甩掉，只要越跳越高。我随着地球甩掉，只要越跳越高。Come on！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。我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。我随着地球甩掉，只要越跳越高。我随着地球甩掉，只要越跳越高。哎。等下我们走林森北路，恐怖的林森北路。是安怎还会甲交？
解我，我偏唱不输因为无人甲我教是安怎好事，都无听到我是是 ABC， 我无教过你都敏感。老爸老母规样的人，是念，不知念啥是安怎人的心里的问题一看，这就是上好做你来去到这，做你来到这，做你来到这，不管你几十个人，不管你爸母来嘛，只要我一定追落波人，能帮我干得走我上紧上拍上大。讲我一人若是 superstar，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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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愈行愈紧愈爽，我想要唱歌，头脑咧飞，身躯咧拽，风咧吹我，一心咧流汗，是安怎来得爽？袂了解我的感觉，这就是上好做阵来去到这，做阵来到这，做阵来到这，不管你几十个人，不管你爸母咧骂，只要我一定追落波来，能帮我干得走我上紧上我上大。台风夜直播我进来看，今天呢，Tomorrow，OK。但是还要看风雨啊，对，我们只是想看一下几点开始会开始有风雨。Breaking news. The unhappy viruses is ravaging the globe. Victims are left expressionless, unable to feel emotion. Happy Lab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is racing to develop a cure. Their mission is clear. Bring happiness back to the world.小妖，你在欺负我我是在把这个车没哇。这首算快歌吗？来问一下，这首歌算快歌吗？慢歌好一，这首歌算快歌吗？Oh my god！ 前进啊！你的机车可以前进啊！你机车不前进，我就进不了了。这首歌应该算轻摇滚，那轻摇滚到底算不算快歌呢？谁点的啊？
1029在还在哦，是他点的吗？不是吗？算吗？1029在还在，勉强算嗨。好啊，好，你说的我收，好吧？没关系，人家很少点歌啦，对，给人家一次机会。但我自己个人觉得是不太算，对我个人觉得是不太算，好不好？那位司机大哥为什么不走呢？对啊，中间这位9211的大哥们，对你到底卡在中间是什么意思？你到底要右转还是要直走？对，你要右转，可前面还有一个空格哦，你如果要直走，你靠左，为什么要靠右呢？他还没决定哦，哦，他还在想说到底要直走还是右转，对不对了？好的，很棒的答案。我们猜猜看他直走还是右转？结果他是右转，不打方向灯的、啊。我真的晕了我。看起来还好。你好。安和路和平公园。哦。安和路。
匆匆，恨不能相逢。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起都随风。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活一生，悲哀一生，给予我生死与共。你待会到安和路是要左转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。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起都随风。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活一生，悲哀一生，给予我生死与共。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。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起都随风。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活一生，悲哀一生，给予我生死与共。我看到了结局。庆东门口是好的，跟着来，不用找，不用找。谢谢。给我一张第一名收据。好，谢谢。却总是写在轰炸，老板只好看风向，火力却开不了让，光速的漂亮泥巴。我立志当头号任务，同事都来称我热度，一出手就达成任务，下半身人不当废物，糖都在流行，我的细胞从梦到醒。Let's party，Let's party，Let's party，水星不再逆行，我的运气快冲到底。Let's party，Let's party，Let's party。Everybody，Let's go crazy，让脑袋彻底开启，直觉不用谁提醒。Everybody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小心哦。哎呦，没有，台北的路真的不平啊！哎，JIA 晚上好啊。身体是送去放假，免费价还不够爽，快乐大哥这头上，甩掉所有负能量。银行户头的总透透，透了不下只要有肉，喊我从恨透到呕吐，全面哦，我真的很怕这个 EG5。EG5 都是一堆搭车的啦，每次在这边赛道都是很奇怪的。让脑袋彻底开启，直觉不用谁提醒。Everybody，Let's go crazy，傲慢不需要反省，等等来袭，马上去。I like the way you，I like the way you，马上去。I like the way you，I like the way you，马上去。I like the way you，I like the way you，马上去。I like the way you，I like
听得出来啊，真的听得出来，看也看得出来。有些路段真的是很差、啊，对啊，铺了又挖，挖了又铺。刚刚这位客人是从酒店下来的，可是，对，感觉神智上很清晰。对，因为是少爷帮他拦车的。不进去就完了。外表看是正常，对，精神奕奕正常，是吗？可是我觉得他外表正常，对，精神也很正常啊。对，还知道会给小费，我都说他是正常人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有给小费我就称赞他。对，这个时间要走的应该是啊，算了啦，嘿，我不太可以了啦，哦，我没有办法喝了啦，哦，我要回家。谁跟你说正常人不会给小费？那你太小看了天龙国的人了，对。苗栗国可能不会给小费，天龙国的至少一天也会，对，多多少少吧，多多少少也是会给一下，对。看人，当然看人呢。你说香港都会给小费吗？不见得，我在大的香港人都没有啊，都很少给我小费的。没响铃是不是？对，但这种东西就，我只能说他可能那个响铃那个有没有坏掉了，还没有空去修。对，因为我想到我前几天喇叭坏掉，还没有空去修。对，殊不知就是接触不良而已。对，白花了100块钱，早知道我就自己处理了。对，昨天还在跟各位说，对，好像是，然后我昨天有跟大家讲嘛，对啊，说，对，连那个饰板也差点被他用坏掉，对，我还跟他讲说，不要，我来拆，你不要拆。
对，那种是我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样，累。哎呦，小耀要睡觉了是不是？点完最长的歌，现在给我睡觉是不是？感觉来，感觉来，快！feel 来了，feel 来了，要睡觉了。然后小耀晚安哦。看你想睡觉，我都觉得我肚子饿了。哎，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关联？没有关联。好。吃面包，吃宵夜吧。好歌，好收入。了解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行人要当心，快车道、慢车道，平安回家才是王道。可这不是汽车，不怕没戴安全帽。吃饭
警察哔哔哔叫我路边靠。哎，JIA 你忘记了哦？对，我们之前有说过是放假前一天，放假前一天，对，放假前一天。哎呦，这个放什么假啦？我靠！哪怕车上只有收音机，我就像只野狼，身上披着羊的皮。我的心情好比开着一架战斗机呀！轰隆隆隆隆隆隆，冲冲冲冲，那轰！引擎发动，引擎发动。不要不要，你挥手我不要在，你挥手我不要在，你挥手我不要在啦。刚刚那个又是一家酒店。有没有正常一点的啊？面带微笑问我车是怎么这样开？哦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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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意思似乎还请大人多担待。哦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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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可惜罚单还是狠心照常开。一袋，驾照没带300块，大牌不结加300。一袋，超速被罚1600，红灯右转加600。吹动每一个毛孔，我是今夜最稀有的品种，让看到的人以为是梦，还没醒来就已经无影无踪。敲醒每一个面孔，我是明天被赞叹的惊悚，让看到的人全部感动。听到100K，怎么看出他们不正常？因为他需要人家搀扶啊。对，你们可能没看到啊。那个少爷在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里面，对，有一个人需要搀扶。那需要搀扶的人，你们觉得他情况是正常的吗？就等于是扛架子一样。我是看他在才播这首歌的哦，对，不然对你看到我，他不在我会播吗？不会，对，虽然他没点。徐正吉晚上好啊。你下次就说，我的 BGM 在哪里？我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我就知道。我的 BGM 在哪里？我就知啊。当然要记住啊！人家没有剪，我不可以无情无义啊，是不是？
是不是暑假也要播新的电影啊？还是9月？忘记。台风减弱为中台，但它应该也是中台的上限，强台的下限，会不会是这样？有了！完了，我看到一大堆字，对，但是我眼力不好，看不出来。白天还可以看英文字，晚上英文字对我来讲都是密密麻麻的，全部连在一起。对，我很想，我换一个。哎呦！北市路树找一片没有？这叫什么名字啊？苏还是赫伯？还是苏迪勒？还是什么？康瑞，24年前是几年啊？今年2026，2002，民国90。哦，不是，101年了。哎，不是，91年，民国91年。
哇，你们看看那个什么宁夏夜市，人潮哦，有够多的多。看到我都饿了。这应该是属于80年代、90年代的快歌，是不是？哇哇哇哇！每一家摊贩都持续开着呢。对。谁醉了？我刚刚路边有2个男生要搭车，不过他们2个也是锵锵的。这2个锵锵害我联想到上次的去医院的那2个。别，真的别，对，没错，那2个就是，害我联想到。饿了，肚子饿了。你们等下吃泡面啊！明天继续。明天大家就来看看风雨什么时候来。对，这个时候真的是只有泡面可以果腹了。呢，是安呢。你是南部人都有一个口音的嘛，对。妮娜，后面一定要加妮娜。对，没有妮娜没办法讲话。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也是南部人，南部上来的，然后后面讲话就一定要加个妮娜，妮娜。对，有一阵子还差点被他传染，讲话到后面就一定要加个妮娜。餐泡面，没有韩国的拉面哦，真的好吃，我觉得啦。他们面条跟台湾的面条真的是不太一样。我是很想吃韩国的那个黑色，有没有？黑色的炸酱面。但我之前有买过，我觉得还好嘞，怎么讲？还好，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吃，但是也不难吃啊，但不难吃的。
都有啊，都有啊。现在其实蛮好买到的，但是它有很多口味啊。欧噜噜的面，对。但我觉得他们那边应该是面店煮的那种比较不一样，跟泡面应该不太一样。对啊，对啊，韩国当然是用煮的啊，不能用泡的啊。然后煮就像拿那个小锅盖，有没有？拿来垫着吃。对，一定要拿个小锅盖。它其实他们这个都是铝锅啦，不是铁锅，都是铝锅。对，然后夹面舀起来，要放在小锅盖上面，这样吃才有那个感觉，才有那个 feel， 有没有？才有那个 feel。那他们的泡面就是我们所谓的拉面。复刻一下韩剧画面，不用。韩剧反正很爱吃泡面。又饿了。没有，台湾泡面最近吃很多。那我现在就是蛮想吃韩国的拉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看我老婆要不要吃。对，刚好可以用我上次，对，刚好可以用我上次抽到一位议员，对，送给我的那个快煮锅。抽奖抽到的很难得呢，很难得呢。24小时，对啊，但是你知道那个其实，对啊，就是没那么便宜啊。对，自己买回家煮不是更便宜？丫丫，你要不要再等等啊？对，我们要播今天的那个了。对，这是你要帮各位选的这首关播歌哦，跟以往不太一样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这个每次都会被人家先剪掉，但是今天却完全没有。猜猜喽。来喽。时间是6点01分，哎呦，推开办公室的大门，哎呦，关门吧 Party Night。对，
很难得在礼拜4的晚上会播到这首歌，因为现在已经跨12点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星期五了哦，星期五了哦，而且这首歌今天居然没有人点哦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对啊，我们星期五晚上再来看看，好不好？风雨什么时候会来？哈哈。很难得这首歌可以当官播歌哦，因为每次被人家点掉，被点掉，气死我！最好是啦。好不好？准备跟各位说拜拜啦。对，明天我们再见。对，看一下台北市的风雨有多大。对，会不会是狂风暴雨呢？还是艳阳高照呢？好不好？感谢各位，祝福线上每位朋友放假愉快，周末愉快。对，做好防台准备。没有放假的也不要妄谈了，就是没那个命，你知道吗？没有那个命，对，没有那个命。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9967晚安哦。全都是屌 baby， 心都不放，用自己的语法，万载万多觉得疲累，不再是人类。Party 啊 Party 啊！哇，祝福各位，明天会更好。离开了舒适区，多巴胺在分泌，反正要吃什么。包伯晚安呐。自动的马拉松，照亮了心的我。安。都升起来，这是个 party night， 加入我来拓宽，让身体跟着演唱跑起来，就爱浪费自由，在人群中享受。道哥晚安，应该是要跟在马上去后面出现，对，但是没有人点，我就想留到最后一首歌。对，现在是星期五，已经星期五了。哇，感谢各位晚安哦，各位同学们下课喽，晚安，明天见喽。拜拜，丫丫拜拜，大家拜拜。